下面就是啥？贝贝为啥脸这么大，树屏都快放不下？你瞅瞅你这个低情商，人家这叫婴儿肥。我告诉你啥原因啊？这是他妈小时候，这是我小时候，这叫啥？我们仨小时候全是婴儿肥，给人气醒了都。这有点放不下。第二个，贝贝侧脸跟某个动漫人物很像，你猜猜？我知道是谁，找一下。